继续来看台南新营，昨下晡有一栋透天厝着火，老母甲后生2个人拢死亡，4岁查某囝有救起来，佮住咧家护病房治疗，状况也无稳定。消防局勘查确定是1楼的客厅着火，因为装潢较旧，佮熬着火，火者会烧较较猛。详细因端还佮爱调查。 当来到现场，透天厝外壁红熏甲乌麻麻，门口乱七八糟，可见火势有偌大。台南新营这间徛家2、5下晡发生火灾，造成厝内林姓女子甲伊2个佮真细汉的囡仔受困。妈妈甲3岁查甫囡仔送医了，宣告不治。4岁查某囡仔倒伫新大家护病房救治当中，状况还未稳定。因拢会弹出来散步啦，就很乖啊，很可爱啊。 厝边表示，因一家伙仔感情真好。去年10月初，全家做伙替4岁查某囡仔庆祝生日的相片，搁伫面册顶悬，但即马煞已经变成堆议。因个客厅都拢火啊嘛，啊，走道遐搁有机车啊，所以我就讲安尼无法度，无我本来要摕咩互自己家用，行出来时阵，较看到因一个。 应该楼顶因迄个女主人吼，在看救命哦。厝边表示有看到客厅有火光甲乌烟，现场经过火调人员入去调查，嘛确认起火点是伫1楼客厅，因为透天厝的旧式装潢无防火，才造成火势快速拓开。旧式的装潢里面，大部分都是用一些易燃性的装潢材料装潢，所以火势一旦引燃以后，它就会很快。 循着那个装潢往楼梯间、往楼上快速的蔓延。消防局表示，虽然当时火势真紧向楼顶烧起哩，但林姓某仔囝3个人受困的2楼下间啊，有小可熏乌气，某仔囝应该是吸到伤济乌烟罹难。后续会进一步厘清起火的原因。记者陈环宇、面交管台南报道。